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别闹哦！草丛里面呢？对啊。手机脑照一下。草丛里面呢？对啊，草丛里面的。糟啊！应该是狗了。有人不？手电照无够啊。来啊，我来讲，要探险的时候，哦，有几个，因为有这个有禁忌啊，对，有几个禁忌哈，别当笑，我要先跟你讲，你别跟我笑哦。进去的时候，东西不要乱踢乱摸，对，然后里面卖我给给笑，你进去就不要玩就对了，对，知道吗？你要给笑，哦，这个因为有禁忌要先说好，对，东西不能乱踢乱摸乱翻。对，进去别当要欧北乱。好，谢谢赏星星哦。啊，进来的朋友帮我们分享哦，直播的时候帮我们分享。我们在下播的时候，如果会占你们个人的版面的话，你们再删掉那个文章就好了。好，啊，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帮我们支持一下。哦，谢谢你们的赏心。好啊，今天有邀到吃食哥哈，好啊，加码探险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这是大家想看的啊。来4000人了，那哦，这里比较多狗啊。是狗，后面对。那个。爱搞是谁？就是应急单机器。什么奖杯？你讲迄投票迄个？爱讲讲者。哦，安来。投票迄嘛，来，我讲。对，讲你讲。我要讲安。你若一人讲，你讲啊。你讲。讲啦，你讲。拍谁？哦，那个我们额外的话题啦哈，我们等一下我这一波我讲完，哦，我讲完我就要讲完我就要走，有没有？讲完我们就开始走好不好？那个还没开始也要紧走。那个哦，那个有关于那个什么，那个有灵异探险社团的有投票有得名的哈，啊也谢谢大家哈，因为大家的支持，啊过来，鱼友就是很感恩呐、感谢啦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要千言万语不知道怎么感恩大家，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拿到第1名总之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谢谢那个社团的谢谢你们我的看还蛮恭维。我们比较不会说话啊，总之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拿第1，谢谢大家。开始啊。来4800位，持续帮我们公开分享。因为里面我们慢慢先走进去。好。你要走前面了。好。你真的会功夫哦？会啊。你是会什么功夫？九阴白骨爪。啊，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，他会虎拳呢。我跟你讲，他叫阿红，他会虎拳。这个狮子哥会9阴白骨爪，我们等一下比看看究竟是虎拳厉害，还是我们9阴白骨爪厉害。你真的会9阴白骨爪？都是专门打妖魔鬼。你妈！没事。别什么打，等一下你被人家打。进来不要乱讲话。没代志。没代志我们走过。坑来了，来哦。坑来了。来。究竟是我们的虎拳厉害，还是9阴白骨爪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手电筒快照不够。充电呢？因为今天
我鼓起勇气哦，把我的手电筒给了吃屎哥啦，不然我是要走前面的啦，没关系，手电筒因为这个地方我来过很多次了。你没有关震动的我来过很多次了，我就算我闭着眼，我都知道怎么走出去啊。所以你的腰带拿下来一下，我都帮他绑眼睛。没有啊。所以那个让吃屎哥拿手电筒好不好？吃屎哥，你腰带绑落来啊，我绑一下目睭的啊。我关机好了，我手机，我关机，我已经关机了，要用好。对。因为我们在我们这里的探险，就是因为为了安全啊。对，安全。因为如果有体验者来看着手机，太危险了。对，太危险。所以不能拿手机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跟你讲的禁忌，千万不要犯哦，卖给笑哦。走，看嘛。排水哦，排水。很冷哦。你都穿皮鞋哦。排水哦。交了哦。你也看，小龙，这里是非常巨阴的哦，因为树非常多，而且又是营区。蜘蛛丸。蜘蛛网啊，是蜘蛛网，不是丸哦，不是天丸，好不好？排水哦。拍水哦。不好意思哦。你看来到这边真的都是，没有什么哈。不用紧张，慢慢走，体验一下那个氛围。拍摄，不注意啊，不是故意的。这里是以前是当兵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花板是用都是铁。因为天花板咧绑啊绑落来啊，天花板绑啊绑落来。你这个天花板，你看那么高呀？为什么安尼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样。1800位朋友在持续帮我们公开分享，再帮我们。你说啊？有低度啊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烟火吧？就是低度啊。上久无人来啊。这边墙。这里。没有随便。会卡呢。没有。快点！会卡吗？人讲会卡呢。是没有讯号吗？还是有讯号？讯号不好哦。有人呢。有声音啊！是有人还是有声音？有声音啊！那玩的好小吧？真的有声音啊！有脚步声音啊！哪里？我看有听，就是奇怪声音。蛮搞我好小。真的啊！你先走。你先走好了。没有，他走中间保护你。好。走第一个比较不恐怖。我们走好。我们走
哦。这里有路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来6000位朋友，哦，再帮我们冲一下分享，好不好？6000位朋友，一人再帮我们分享一次。现在好了哦，啊，拄啊会卡，啊，要先加对。问到吧？ OK 吧？我们其实哦，这里就是我看叫人叮当呢。人动过了。没有事啊，他细腻的啦，你莫踢到啦吼。靠背啊，无看到啊！我咧看荧幕，无看到涂骹。哦啊，不要怕，是。支持哥不要怕。哦，安安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要香。支持哥，我要香。什么意思？嗨，hello，晚上好啊。你知道88风灾那个吗？你有听到无？我在咳嗽一下。咪。你写的什么？你看看。无声音。你怎么了？无声音。啊，你是怎样？无声音啊。啊，有声音啊！你看安尼，你这样我觉得我。哦，你较冷静诶吼。你这样我蛮担心的。哦，你有没有怎样？你有没有怎样？没有。9阴白骨爪。克制哦。克你老母嘞，克制。我刚才一块拐呢。没啊，你徛喺后壁，你徛喺后壁。你这样是正常的吗？哦，这伊9阴白骨爪啊。啊，你的虎拳当时要出来，你的虎拳呢？你这样是怎样？复健了。你别看嘛，你别。你唔得，我看了内底，靠腰空的哦，啊，走。念，伊这像咧人，不是伊这像咧小可人咧叫的声嘛，尖叫声。我是听到真有
隐隐约约有尖叫声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听到吗？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干嘛？有啊有啊。嘛，今仔3个人，惊啥？我是不会害怕，只是。不会害怕，安就行。越乱越乱越乱。开始哦。你不要理我。有人吗？奇怪，看安尼。那你过来。来啦，过来啦，过来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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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吗？哦，靠背。气着。你刚才摔倒吗？是真的摔倒还是？真的。你假摔哦？真的摔。啊，真的摔，我以为你假摔了。什么？啊，行，走啊走。开始了，摔倒。粉落去莫扣啊，莫扣啊，粉落去莫扣啊。你先把门推开一下，看那个左边右边。天花板有东西啊！天花板哦。对啊。天花板还是要爬楼梯看卖？楼梯甲我高，甲我悬。门外有没有东西？你先打开看那个。有吗？耶稣！你两个袂惊，甲